你敢唔敢相信喺土耳其，差唔多每日都有女人被打、被殺害。2013年到2024年，超過100萬嘅女性報告自己被家暴，平均每個月超過1萬宗。呢啲唔係數字，而係血淋淋嘅生命。屋企唔再安全，街上亦都唔安全。喺2023年，最少315個女人被殺害，當中一半以上係被丈夫、男朋友甚至前夫親手殺死。但係法院仲話佢哋係一時衝動，甚至將受害者嘅沉默解讀成為同意。司法唔係保護女人，而係再一次審判死去嘅女人。更離譜嘅係，政府唔保護女人不但止，反而控制女人，限制剖腹產，逼女人多生育，忽略佢哋嘅健康同自主權。當國家用法律控制你嘅子宮，你已經唔係人，而係被操控嘅生仔機器。呢啲唔止土耳其，美國反墮胎，韓國偷拍嚴重但法律唔嚴懲，亞洲有啲地方鼓勵多胎，甚至討論徵收單身稅。而家嘅趨勢越嚟越嚴重，你嘅沉默只會將自己推向地獄。請你打破沉默，呢啲唔係遠方嘅新聞，而係實實在在嘅現實。每個沉默嘅你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。關注、分享、行動，呢啲唔係口號，係保護自己同其他女性嘅生命。想知道更多，私信我或者去 Preply 揾我學粵語，一齊了解全球女性嘅困境。